这阵啊，性骚扰的事件受到各界关注。根据劳动部统计，最近一档大约有20万个劳工受到性骚扰，其中查某的就14万人，查甫的有6万人。不过因为惊会无透露，也是互人讲闲话，所以分别提出申诉的干那3万人，也有9000多人。最近性骚扰见效台连环曝光，也引起各界关心国内这场性骚扰的代志。根据劳动部2022年工作场所就业平等调查，差不多20万名互人请劳工最近一年伫工作场所遭受性骚扰，其中差不多14万名是女性，6万名是男性，所分别只有3万甲9500人提出申诉。公司也有这种性骚扰的那种惩罚的办法，所以我们还 OK。或是跟人事单位讲，当然要说出来，因为你如果不说出来，等于是助长这样子的情况一直发生。调查显示，有4成9无提出申诉的原因是将安尼行为当作讲装就无要插伊，还有人烦恼会互人讲闲话，烦恼失去头路，易度伤害，有人唔知申诉管道，烦恼吊伫悬空桌顶，甚至有申诉的男性，拢表示申诉了后无得到改善。律律师就表示，过去性质案件经验，发现当事人共同点拢是自责。面临性侵性骚扰时阵，虽然较无简单保存证据，毋过事发了后向亲友陈述，无论是电话录音、信息保存截图，法庭上拢用做证据。若身心受影响，有就诊记录用做证据。若伫公共场所发生，应包含要求调监视器的画面。可能都是信任的人，又或者是信任的，不管是长官或者是甚至是长辈，彼此之间都有一定的譬如说不管是交情，又或者是工作上的关系，所以一般当事人都是非常的震惊，然后也甚至是怀疑说是不是自己搞错的，这个反应是很多的。杨展台有背景，由卫福部补助成立的性创伤复原中心，针对早年受性创伤而且无司法协助需求的个案，提供咨商辅导的服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